好，各位同仁，现在我在测试播放怎么样做 iPad 的视讯投影。我们可以在这边拉下来，然后确定你的 WiFi， 你的 WiFi 要长按它。好，找到你的班级4年甲班之后，然后我们这里有个镜像输出，你点一下。首先你先要确定一下你的这一台是1360。好，1360点下去。好，打勾之后你会发现后面我们的萤幕已经投射出去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开启 Google 地球。来，王志贤，你帮我拿着。好。画面就是会是联动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你们也可以这样做，试看看。